呢一場5級火災嘅關鍵係棚網，點解政府會將重點放喺竹棚，咁急推金屬棚架？從來唔提棚網質量問題，呢一個刻意嘅失焦，到底係想遮住乜嘢真相？前天文台台長林超英都認為，真正嘅物質禍首係棚網，唔係竹。有網民想喺小紅書講真話，都俾系統封鎖賬戶。根據宏福縣群組內流傳嘅資料顯示，棚網採購自山東神旭化千城網有限公司，並附有一份由賓州市檢驗檢測中心出嘅合格證明。最諷刺嘅係，當社會提出係咪應該延後12月7號選舉，政府亦都即刻否決延期，不斷強調會做好選舉。好明顯，政府關心嘅從來都唔係市民。前立法會議員林卓廷於2014年成立反圍標大聯盟，積極推行反圍標活動。當時林鄭月娥政府表示冇圍標問題。而家林卓廷去咗邊？佢坐緊監，料最快2030年1月先獲釋。以前話班後生為反而反，反中亂港，而家冇晒反對派，結果係點？係咪由治及興，定係由治及興？